大新銀行嘅各位代表、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各位會董、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午安！我係今日嘅司儀 Anna。首先歡迎大家線上參與由大新銀行同埋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攜手呈獻嘅 SME ESG 約章2025專題工作坊 ESG 基礎知識101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入門指南。大新銀行同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今年再度合作，攜手推出 SME ESG 約章2025，並會喺今日正式推出 ESG 線上自我評估平台，令到中小企可以直接參與同埋評估自身對 ESG 嘅認識同實踐。今日工作坊就係想協助中小企同咁多位業界朋友掌握 ESG 嘅核心概念，了解基本框架，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打好基礎，提升中小企嘅競爭優勢。首先，我哋為大家介紹今日嘅3位講者嘉賓，佢哋包括第一位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財務諮詢及風險管理部門助理董事孫子峰先生。孫先生喺過去11年參與過多個上市公司嘅內控審查、風險評估、ESG 報告及政策程序嘅編製及披露項目，其中喺 ESG 嘅領域擁有超過7年經驗，並為公司董事同埋高管提供包括 ESG 管治嘅企業管治及合規性培訓。孫先生佢係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註冊會計師，以及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嘅認證內部審計師。第二位講者嘉賓係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嘅高級環境、社會及管治顧問黃慧琳女士。黃女士曾擔任金融公司嘅內控同埋 ESG 分析師，具備多項 ESG 相關嘅認證，包括 BM、CESGA、CFA in ESG Investing、HKCN CGI Search ESG 等。黃小姐佢喺 ESG 報告書披露、企業風險諮詢、可持續發展策略同埋氣候風險諮詢等多個領域擁有深厚嘅專業知識，為各個組織機構嘅成功作出巨大貢獻。第3位講者嘉賓係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會長麥美儀女士。麥女士畢業於加拿大約克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之後繼承家族物流生意。而家係上騰酒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擔任嘅社會公職包括選舉委員會中小企業界別委員、屯門區委任區議員。商界嘅職位係包括 ESG 委員會主席、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工商品牌保護陣線主席。佢多年嚟一直致力推廣及拓展香港企業喺本地、內地以及外地市場。相信大家而家一定急不及待想了解返中小企嘅可持續發展機遇、市場趨勢、中小企喺 ESG 方面需要達到嘅 KPI。咁我哋就將時間交翻俾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嘅2位 speaker。多謝晒，有請2位。好，唔該 Anna。好，大家好。咁我係 Andy 啦。咁我哋就係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嘅成員嚟嘅。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企業可持續發展嘅入門指南。咁我哋都會簡單介紹下啦。咁究竟喺可持續發展呢一個嘅題目入邊啦，中小企可以點樣做，去點樣入門啦，咁同埋點樣去提升佢哋嗰個表現嘅。嗱，咁頭先咧都介紹過我同我哋嘅同事啦。咁我哋其實本身係一位我哋係一間會計師事務所嚟嘅。咁我哋風險管理部咧，下屬就有一個嘅 ESG 嘅團隊啦。咁其實已經係有超過8年嘅一個工作經驗啦。係啦，咁我哋就咁我同事啦 Nisha 啦，咁佢都係關於 ESG 嘅一個高級顧問嚟嘅。係啦，咁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關於係ESG 報告嘅撰寫啦，咁或者係一啲嘅氣候風險諮詢嘅一啲嘅服務咧，都係有參與到。咁嚟緊咧，我哋都會簡單介紹下喺我哋工作過程中，或者喺我哋嘅理解中，係中小企可以點樣係提升佢哋嗰個 ESG 表現，點樣去到你哋嘅目標嘅。係啦，咁今日咧，我哋有4個主要嘅一個題目。咁第一咧就包括係現時一個嘅市場趨勢啊，咁究竟係喺香港或者係世界上咧，喺關於可持續嘅發展嘅一個機遇啦，咁或者係一啲風險嘅。
第二步咧，我哋就會睇下中小企點樣同上市公司去實現呢個共贏嘅一步。咁就係因為一般嚟講咧，ESG 報告就會同上市公司嘅關係比較大啦，佢哋一定要披露一個 ESG 報告。咁但係中小企咁點樣會關事咧？咁我哋都會大方介紹。第三部分咧，我哋都會講下，如果要做嘅話咧，咁中小企嘅重點係要做啲乜嘢？包括可能啲數據搜集啦，或者制定一啲嘅內部政策等等。咁最後部分咧，我哋都會講下而家一啲現存嘅中小企已經實踐咗嘅一啲例子，咁有啲係邊啲係比較好嘅，可以攞出嚟分享咧，我哋都會介紹俾大家。好啦，我哋先講第一部分啦。咁第一部分咧，我哋就講喺香港喺譬如話政府嘅角度，咁究竟係喺香港點去對到中小企係實現到一啲嘅支援，咁同埋而家嘅一個綠色金融嘅一個趨勢。咁你先睇下譬如金管局方面啦。咁雖然啦，而家嗰個香港嘅經濟咧，可能逐步有啲復甦啦，咁但係其實都面對好多嘅挑戰同埋困難嘅。咁尤其是對中小企嚟講，因為可能就冇一啲上市公司或者大企業咁龐大嘅資源係可以應對一啲嘅挑戰。咁所以咧，其實政府都有好多嘅一啲嘅政策啦，或者一啲嘅工具啦，俾到啲中小企去點樣去幫到佢哋去面對呢啲嘅風險。咁尤其是係即係關於一啲嘅ESG 方面嘅一啲嘅政策嘅。咁呢度咧，我哋又揀咗幾個係同ESG 或者可持續發展有關嘅一啲嘅政策。咁第一個咧就係一個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數據庫。咁呢個數據庫咧，其實就係唔單止係俾企業嘅，其實就大中小型企業咧同埋個人都可以係上網去攞到或者係去參與到嘅一個數據庫嚟。咁其實就係政府啦，咁係用咗唔同嘅一啲來源嘅一啲資訊，係一直喺度搜集。咁係為咗咧，如果喺中小企啦，假設咁係需要做一啲嘅關於氣候變化嘅披露啦，咁或者一啲嘅風險管理嘅時候咧，咁係有更多嘅一啲可靠嘅數據咧，係攞嚟做一個參考同分析嘅。啲數據來源咧，我哋見過就可能嚟自一啲香港天文台啦，包括有香港政府唔同嘅部門啦。咁我哋見到有可能美國太空總署啦，有世界銀行啦，咁同埋一啲可能係譬如包括中國國家統計局等等一啲比較係龐大同埋可信任嘅呢啲類嘅信息來源嘅。咁就可以透過呢啲比較可靠來源咧，公司就更加準確咁去到評估佢哋目前嗰個嘅ESG風險同一個呢個披露嘅一個內容嘅。咁另一個咧就我見到其實就係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咁呢個計劃咧其實就可以協助中小企啦，更加有效咁申請一個綠色貸款嘅。咁至於乜嘢係綠色貸款咧，我哋晏少少會用個更加詳盡嘅介紹。係啦，咁右手邊咧我哋見到其實亦都有一連串啦，係關於支持或者支援啦中小企去獲取銀行融資嘅措施嘅。咁其中最重要就係第五點，其實就係話咧，金管局會建議咧或者提供啦一啲更加切合中小企需要嘅一啲嘅信貸產品，咁係或者其他嘅資源服務咧，俾到中小企係令到佢哋有更加靈活嘅一啲嘅資金來源咧，去協助佢哋應對一啲關於 ESG 嘅挑戰。咁除咗金管局之外咧，貿發局同樣都有參與在內啦。咁其實你見到之前咧，貿發局嘅副總裁都有提過，即係 ESG 而家咧就係包括銀行喺審核一啲嘅貸款申請嘅時候咧，或者一啲嘅供應商啦，佢哋會一啲合作伙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會係考慮嘅條件之一嚟嘅。咁而本身企業包括中小企啦，咁透過一啲 ESG 表嘅升級轉型咧，其實可以更加有效咁去拓展佢哋業務同埋尋求更多嘅機遇嘅。咁下邊都可以見到，其實而家目前市場上咧，尤其是香港市場啦，可以選擇嘅一啲可持續融資方案，咁包括綠色貸款同埋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貸款，咁係啲咩嚟咧？咁綠色貸款咧，我哋見到其實就係主要係個資金用途嗰邊咧係有規限。咁都見到就係話，如果要需要申請嘅貸款咧，呢個貸款嘅用途咧就只能夠用於一啲指定嘅綠色項目。咁呢個項目當然係同傾嘅時候去指定啦。咁例如話購買一啲獲得綠色認證嘅原材料啦，咁或者可能係更換一啲嘅車轉咗一啲電動車，咁令到佢更加達到一個環保效果，咁等等呢一啲嘅目的咧，咁就可以申請個綠色貸款嘅機會。咁好處就當然就係除咗個貸款之外咧，有機會可能個息率就會比一般嘅中小企貸款咧可能再低啲添。咁至於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貸款咧，呢個就未必係話個貸款用途啦，而係話會同一啲公司或者係整體企業啦，佢哋嗰啲 ESG KPI 咧係掛鈎嘅。咁啲 KPI 咧，我哋最近有個例子啦，就係我哋可能係就話佢哋嗰個嘅能源，佢哋去使用嘅電力，會唔會係一啲可持續發展嘅電力咧？又或者係佢哋可能包裝物料，咁究竟會唔會係亦都係可以循環再用嘅？
咁等等呢一類嘅 KPI 咧，就會係同銀行傾嘅時候咧就要訂立，咁然後咧就公司必須要喺一定時間咧達到呢啲嘅 KPI 指標咧，先可以話即係攞到呢個咁嘅關口貸款。咁除咗政府嘅角度啦，咁我哋當然有個監管嘅角度啦。咁其實香港交易所咧喺去年嘅4月咧，就曾經發布咗一個氣候披露嘅一個諮詢。咁其實今年亦都會正式實行。咁內容咧其實就會大幅提升咗上市公司啦，因為佢哋每年都要披露佢哋嗰個 ESG 報告嘅。咁呢個就會大幅提升咗佢哋嗰個同氣候相關嘅一個披露要求。咁而呢個嘅要求啦，咁亦都會間接推動咗咧中小企咧，佢哋都要提升佢哋相應嘅啲 ESG 嘅管理啦，同埋披露。咁事實上咧，就唔止香港啦，國際間咧關於中小企 ESG 發展嘅嗰個披露嘅要求咧，都越嚟越嚴格，越嚟越成熟㗎啦。咁如果係要講到話國際上最嚴格嘅地區咧，咁我相信歐盟就係一定係其中之一啦。咁其實歐盟隸屬嘅一個歐洲財務報導諮詢小組咧，其實亦都已經針對緊咧，包括上市同非上市公司在內，咁都會訂立一啲嘅 ESG 報告標準嘅。咁當中可能有強制咧，亦都有自願嘅內容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路喺度繼續發展緊嘅。咁預計都冇未來咧，其實係中小企咧都係需要即係如果需要同呢個歐盟嘅一啲嘅下屬嘅公司合作咧，其實有機會都係要做一啲相應嘅披露。咁除咗香港之後咧，咁國際間咧亦都有第二啲咧地方咧係已經針對中小企咧係訂立咗一啲ESG 報告嘅標準啦。咁譬如我哋見到馬來西亞啦。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咧嘅附屬機構，咁其實已經推出咗咧一個叫簡化 ESG 披露指南嘅一個標準嘅，係啦，咁其實應該就係全球第一個啦。咁為供應鏈中嘅中小企咧提供一個簡單同埋一個標準化嘅 ESG 披露標準嘅國家。咁目前當然啦，香港可能就未實施啦，咁但係都可以預期咧，日後都會有機會咧係會參考呢一個嘅簡化標準咧，係要求中小企係做一啲嘅相應披露。咁國際之外啦，咁我哋睇翻我哋國家啦。咁其實咧，北京證券交易所咧，亦都有類似嘅一個規定嘅。咁但係目前咧就係一個自願匯報嘅性質。咁我哋見到其實標王嘅部分咧，咁就會係有啲嘅要求啦。咁譬如話北交所嗰邊咧，就要求所有嘅發行人，咁尤其是一啲中小企，咁佢哋係最好就係自願披露或者匯報佢哋一啲嘅 ESG 嘅關鍵指標或者一啲嘅相應嘅政策等等嘅。咁呢個亦都係國際間嘅一個趨勢啦。咁下一步啦，我哋會睇下啦，中小企係點樣同上市公司去實現一個共贏嘅關鍵一步。咁簡單嚟講就係話 ESG 報告之前就係上市公司先需要披露嘅啫。咁但係其實點解中小企亦都要參與埋一份咧？咁我哋其實就總結咗3點嘅一個嘅原因，咁可以係俾各位參考。咁首先就係監管要求啦，提升競爭力啦，同埋一個營運風險嘅要求。咁我哋先睇下關於監管嘅要求。咁其實咧，而家嚟講咧，市場嘅監管機構咧，對於公司披露 ESG 嘅關鍵指標嘅要求咧，其實係越嚟越多、越嚟越嚴格㗎啦。咁而投資者咧，即係亦都會以一個 ESG 指標咧，作為佢哋篩選投資標的嘅一個標準之一，係啦。咁所以，如果一間公司喺呢一方面嗰個嘅要求，或者係嗰個更加符合嘅要求啦，或者咁講啦，咁其實就會係更加容易被選為一個供應商，或者係同一啲嘅上市公司合作。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如果一間公司譬如中小企未能夠符合相應嘅要求咧，其實就有機會係被呢啲嘅大機構啦喺供應商名單中被剔除。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嚟緊監管嘅一個要求。咁剛才提到啦，其實喺去年4月咧，咁香港交易所就發布咗一個關於氣候信息嘅披露諮詢總結。咁當中嘅內容咧，就係話上市公司除咗需要披露佢哋本身嘅溫室氣體排放之外咧，我哋嘅範圍1同範圍2啦，咁亦都要需要披露關於供應鏈相關嘅一啲數據。咁我哋嘅範圍3，咁其實係啲咩嚟咧？簡單講就係範圍1就係公司會直接生產嘅一啲溫室氣體，例如話係如果營運過程中可能佢哋需要用車嘅一啲車隊嘅一啲嘅排放咧，咁就屬於一啲嘅範圍1嘅一啲嘅溫室氣體排放。範圍2就係一啲嘅間接嘅排放啦。咁例如話係公司如果係用電嘅，咁呢啲用電嘅一啲需要嘅排放咧，就會歸類於係範圍3，範圍2。咁但係範圍3嘅呢個範圍咧就大好多啦。咁就會係見到呢個圖啦，其實就其實成個供應鏈包括上下游咧，佢哋所生產嘅一啲嘅溫室氣體咧，都有機會被歸納
呢個範3嘅一個溫室氣體排放。咁所以嗰個要求係嚴格好多嘅。咁我哋見到其實嚟緊個生效日期啦，咁就係話2026年1月開始打後咧，上市公司嘅大型股發行人咧就會強制披露㗎。咁其實一般嘅上市公司咧都係需要不遵守或解釋或者自願披露嘅一個標準咧，去作出一啲相應嘅披露。咁與此同時咧，其實除咗剛才講嘅氣候變化披露之外咧，咁我哋見到其實而家嗰個嘅上市規則附錄啦，咁關於 ESG 部分指引度咧都有提過話關於供應鏈管理嘅要求嘅。咁我哋見到標黃部分啦，咁除咗話一般嘅一啲5.2，我哋可能係一啲比較常規嘅披露，包括一啲點樣去篩選同埋評估佢哋供應商嘅一啲慣例之外咧，其實都會要求見到5.3、5.4咧，就會要求話呢家上市公司咧都要披露話佢哋係點樣去選擇佢哋供應鏈上邊嗰啲嘅供應商，佢哋係點樣去應對一啲 ESG 風險，咁同埋佢哋可以點樣去改進，或者係一啲嘅計劃去點樣去改善佢哋嘅 ESG 表現。咁呢啲都需要喺上市公司嘅 ESG 報告咧係包括在內。咁而呢一部分咧，就正正就係中小企係需要協助佢哋嘅上市公司嘅一啲合作伙伴啦，佢哋嗰個即係符合監管要求。第二點啦，就係關於可以話點樣講到話公司可以提升個競爭力咧，去開拓啲新嘅商機咧。咁頭先有提過啦，咁如果係而家中小企係有同上市公司做一啲合作嘅話咧，咁提升呢一個嘅 ESG 嘅表現嘅話咧，其實就會令到佢哋更加可以優先得到合作機會，因為而家嘅監管要求對上市公司就比較嚴格啦。咁如果日後能夠喺中小企係更加配合到上市公司要求咧，咁自然就會係更加容易得到呢頭嘅機會，甚至係可以得到更多嘅投資等等嘅。係，咁另一點咧，我哋都提到就話家嘅具有環保意識嘅 Z 世代咧，其實佢哋即係消費者或投資者啦，咁而家逐步成為咗呢個消費工作嘅主力。咁就見到一啲嘅市場調查啦，咁發現Z 世代咧，其實就會係願意係俾更加多嘅金錢，即係俾一啲更加多嘅金錢咧，係攞一啲即係尋求一啲更加符合綠色或者更加環保嘅一啲嘅產品或者服務嘅。咁同時咧，咁好多國際買家啦，咁尤其是歐美嗰邊啦，佢哋都會評估佢哋嘅供應商咧係咪達到一啲特定嘅 ESG 水準嘅。係，咁有機會可能有啲公司已經係試過啦，咁可能歐美客戶啦，咁都會要求話公司提供一啲嘅特定嘅 ESG 報告，或者可能係俾一啲嘅信息，等佢哋可以係作為一個供應商選擇嘅評估，或者係一啲嘅佢哋一啲嘅定期嘅一啲嘅檢查咁樣嘅。咁ESG 咧，亦都可以利用 ESG 嘅產品咧，咁作為一個敲開呢啲買家大門嘅敲門磚，係啦，更加係可以發展到一啲找啲新嘅機會嘅。3點啦，就係一個就係我哋見到係營運風險啦。咁我哋身處香港呢兩個圖咧，可能大家都會有啲印象，咁都係近1-2年咧，即係極端天氣嘅一個結果嚟嘅。咁例如話係錄得一啲史上最熱嘅某一個氣温或者係因為颱風或者水浸而令到話一個營運地點，例如一個商場，咁造成一個比較大嘅損失咁樣。咁其實呢啲極端天氣嚟緊，可能就會夏天又到啦，流經又會造成都會可以重複咁發生啦，呢啲嘅極端天氣嘅情況。咁而呢一啲嘅氣候變化咧，就會令到公司就面對緊一個嘅營運風險。咁而公司有個營運風險咧，就需要做一個氣候風險管理，去更加好咁樣去面對咧呢啲喺營運上啦，咁甚至係財務上嘅一啲嘅挑戰嘅。咁有個優良嘅管理咧，其實就可以減低啲ESG 風險所帶來嘅一啲嘅負面嘅影響。咁可以具體咁講下啦。咁如果係話氣候變化，我哋會帶嚟啲咩營運風險咧？我哋會有2大類嘅風險嘅。第一就係一個實體風險。咁呢度講啦，會有個急性同慢性啦。咁我哋其實可以話急性係一個即時嘅或者比較短期嘅一個嘅影響嚟嘅。咁具體嚟講，譬如香港咁會有一個極端嘅天氣啦，例如可能颱風或者係一個極度嘅炎熱等等。咁其實就會可能會係造成一啲生產設施嘅破壞啦。咁甚至成個商場成個鋪都浸咗，係啦。咁會影響佢哋個營運嘅。咁而慢性或者一個長期嘅風險咧，其實就嚟自一個長期嘅氣候變化。例如話平均溫度而家就緩慢咁，但係逐步咁上升緊啦。咁其實有可能
製冷嘅要求係增加，例如商場咁可能都會開大啲冷氣啦，令到電力嘅消耗更加上升，咁從而令到營運成本都上升。咁呢個長遠其實都好影響公司嗰個營運表現。咁第二點咧就係一個過度風險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如果公司或者其實整體個經濟啦係需要過渡到一個低碳經濟嘅時候咧，其實好多點咧係需要改變嘅。策略上喺政策上啦、法律上啦、科技上甚至市場上咧，都會有好多嘅變動。咁而中小企需要配合嘅話咧，其實就會需要好多唔同嘅成本啦。咁同埋就會係令到即係公司可能都會喺個營運過程中咧，都會受到呢啲影響嘅。咁呢個就會係公司就係點解需要係更加良好咁應對一個氣候變化風險咧？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哋係嘅主要原因嚟嘅。好，好，好，咁再下一步我哋就喺稍等下，我哋做一啲少少嘅調整。哦，唔係，哦係，誒，哦，唔係，我哋用翻另外一個。佢因為係撞咗色，咁木唔緊要。或者繼續講。係好啊，我繼續講啊。咁剛才其實 Andy 都講咗好多關於咧趨勢上嘅一啲環境上嘅一啲趨勢咁樣嘅，係啦。咁其實我哋現在咧會講翻比較係關於中小企重點 ESG 嘅數據收集同埋政策嘅制定啦。咁其實咧，我哋恆常咧幫唔同嘅上市公司咧，都會有喺三大個方面咧，都會有唔同嘅一啲披露嘅指引嘅。剛才 Andy 都有提及到，就係上市公司會圍繞住聯交所嘅一個叫做附錄 C2嘅一個框架去撰寫啲 ESG 報告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其實喺 E 嗰方面咧，就剛才有提及到就係溫室氣體排放啦、廢棄物嗰邊嘅管理啊、能源上，譬如係電啦、水啦、包裝物啦，甚至乎係去到再遠少少係氣候變化嘅一啲披露上咧，都會係有一個要求嘅。咁另外咧，社會各方面其實都一定係會有噶啦。咁當中咧係包括譬如係僱員啦、健康同埋安全啦、發展同埋培訓啦，點樣去培訓啲員工啦。之後亦都係供應鏈嘅管理啊、產品責任啊，同埋一個咧叫做係社區投資嘅。去到最後咧，就會係有一個叫做管治嘅唔同嘅範圍去披露啦，包括咧係究竟公司入邊如果有董事會啦，咁嗰個架構係點樣啦？反貪污嗰方面係點控制，令到佢哋係一個穩健嘅發展啦。風險嘅管理同埋去到最後咧，就係一個叫做持份者嘅權利同埋責任，因為公司咧唔係淨係內部同埋管理層咁樣嘅，而係其實係成個關於一個社區啦，或者係唔同嘅政府啊，甚至乎一啲法律機構咧，都係會係一個屬於持份者嘅一個板塊嚟嘅。咁而呢啲唔同嘅我哋叫做 KPI 咧，就即係叫做關鍵績效指標啦。其實全部都係要有一個政策嘅制定咧，去規範住嘅。咁呢個就係恆常上市公司會需要牽涉到嘅一啲叫做 KPI 嘅披露。咁而其實我哋咧都會建議話，中小企因為其實冇上市公司話
需要披露咁多，亦都唔會話有一個特定嘅框架需要一定披露啦。咁所以我哋咧會見到係着咗燈嗰一啲咧，就會我哋係建議中小企咧都可以關注下。如果我哋想喺 ESG 踏出一步嘅話，咁我哋喺邊一個方向去作出一個披露咧，或者係關注咧？咁我哋都會見到啦。環境嗰方面咧，其實都一定會係溫室氣體排放啦。呢個因為咧唔係淨係話貨自己公司嘅，其實咧剛才提及到就係一啲上市公司咧都會係要睇到嘅，因為佢哋嘅範圍3，亦即係其實嚟自中小企嘅範圍1、2啦，佢哋係需要去用到你哋嘅資料咧，佢哋先可以作出一個完整嘅披露。咁所以呢一個位咧係會關乎中小企嘅配合啦，或者係一啲公司嘅配合咧，佢哋先可以做到一個完整嘅披露咁樣嘅。咁另外就係一啲廢棄物嘅管理啦、電力嘅管理啦、水源嘅管理啦。咁呢啲其實咧看似係分開嘅一啲關鍵績效指標，其實咧佢哋都係會放咗喺溫室氣體排放嘅統計嘅一部分。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環環相扣嘅。咁而另外啦，社會其實就係唔係大定係細嘅公司都需要嘅，就係僱員嘅點樣嘅去佢哋嘅關注啦、安全啦、培訓啦、產品究竟佢哋係點去製造啦，去到最後會唔會話對呢一個社區咧會有一少少嘅一啲貢獻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係公司嘅一個管治嗰方面咧，會唔會有一個架構，譬如係由上而下啦，點樣去關注 E 或者 S 嘅呢一啲唔同嘅 KPI 嘅一個即係架構啦，或者一個叫做組織咁樣嘅，我哋會講係。咁去到最後就係恒常會點樣去管理一啲風險嘅？咁同樣地咧，其實我哋呢一個位咧都會係要有一啲政策咧去處理呢一啲 KPI 啦，或者係規範呢啲 KPI 啦。咁我哋先會叫做一個完整嘅符合到大少少公司嘅叫要求嘅一啲 KPI 嘅，我會叫做。咁剛才咧呢一個位咧，Andy 都已經講咗啦，範圍3。大公司嘅範圍3，亦即係即係可能中小企嘅範圍1、2嘅數據咧，其實佢哋就係會牽涉到，所以其實呢一個位咧，之後我哋都會再講多少少係點樣可以配合到大公司嘅。係咁我哋先講咗 G 先啦，因為或者係一個政策嘅制定，或者係點樣實施先啦。因為其實我哋G 咧係 ESG 入邊最重要嘅。因為冇 G 嘅話，即係管治嘅話，其實係推動唔到 E 或者 S 嘅一啲推動佢哋咁樣去行嘅。咁我哋會需要咧係建立咗一個管治嘅架構啦。定期咧，其實佢哋就係需要去睇到關於 ESG 嘅風險同埋有一啲機會啦，去確保咧其實唔同嘅剛才提及到嘅持份者，包括係員工啦、外部嘅持份者，例如係政府啦，例如係一啲監管嘅機構啦，或者係對外嘅一啲顧客啦，其實佢哋都係屬於公司嘅持份者，咁佢哋就會了解到公司嘅角色同責任啦。第二就係咧，其實我哋都會需要知道咧，唔同 ESG 嘅重大議題，咁呢啲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剛才提及到嘅 KPI，未必咧樣樣嘢都係會牽涉到公司嘅，因為有陣時可能係公司係，譬如佢哋係一啲辦公室嘅一個規模嘅一個營運啦，咁其實佢哋可能對於咧喺即係廢棄物嘅處理上啊，或者一啲電力嘅使用啊，稍微咧其實對於環境嘅影響力咧係冇咁大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要透過一個識別嘅行動咧，我哋先會知道唔同嘅 E 或者 S 嘅關鍵績效指標咧係邊啲較為影響到公司，或者公司較為影響到外在嘅持份者，咁我哋就會需要做到呢個動作啦。咁第三就係剛才提及到唔同嘅 KPI 咧，其實都係要有政策嘅制定同埋佢哋嘅一個實施咧，我哋先可以恆常處理到呢啲唔同 ESG 嘅議題啦。去到最後咧就係當我哋識別到唔同嘅呢啲議題啦，咁我哋都要恆常咁樣去監管佢哋啦，同埋改進咧，先至係可以做到一個持續嘅改進嘅效果嘅。咁講一講啦，其實剛才都講咗咁多次政策啦，其實政策咧都有分環境、社會同埋管治嘅。咁喺呢一度我哋就會講多少少係環境同埋社會嘅一啲政策嘅範本啦。咁譬如係環境啦，我哋會見到咧，環境其實多數咧都係會講一啲譬如空氣污染啦。剛才 Andy 提及到咧就係一啲車輛嘅使用。咁車輛使用咧其實就會製造一啲空氣嘅污染啦。如果係用油嘅話。咁所以呢個位咧，我哋都會係話，譬如制定政策嘅時候，我哋都會需要講到話，我哋要遵守所有係適用於呢一啲空氣污染啦、能源消耗啦、廢棄物嘅管理同埋水源嘅管理咧嘅一啲法律同法規。咁呢一個咧係一定所有政策都需要嘅。
就係法律同法規。咁第二咧就係能源嘅效益同埋節約用水呢一個位咧，其實係咪會放喺公司日常嘅營運同埋管理嘅考量當中咧？因為如果我哋冇呢一個思維或者去考量咧，其實我哋就未必會做到呢一方面嘅推動啦。咁第三方面咧，就可能係識別公司唔同嘅廢棄物嘅產生啦，究竟佢哋嘅源頭喺邊度，同埋我哋係點樣處置佢哋啦。咁我哋先可以咧諗到下一步，究竟可以點樣令到啲廢棄物減少啦，或者係咧令到佢哋可能係有重生嘅機會，即係重用佢哋嘅有機會係。咁喺度之後咧，我哋都會見到唔同，譬如係確保所有員工咧喺公司嘅管控嘅工作場所啦，即係可能係 office 咁樣啦，咁我哋可以享用到一啲安全嘅食水啊、環境或者係一啲個人衞生，咁呢一啲咁樣嘅規範咧，都會係喺環境嘅政策範本咧，可能都會見到嘅。咁喺社會啦，社會其實咧有唔同嘅關鍵績效指標啦，剛才都有講到，咁我哋可能就抽某啲嘅比較牽涉到中小企業嘅一個方向去講啦。咁第一就可能我哋會公司啦，可能需要可能係制定一啲，譬如我哋工作聘用嘅時候啦，我哋唔會話咧係會因為你嘅膚色啊，或者你哋嘅宗教啊而受影響，而唔請唔聘用嗰個員工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位咧，我哋都要有一啲相關嘅政策規範啦，就係我哋聘用嘅時候其實係會有一個平等嘅機會啦、多元化啦，或者我哋係唔會有歧視嘅呢一啲咁樣嘅一個行動喺度嘅。咁我哋就要有一個相關嘅政策啦。咁第二咧，其實可能就會係關於安全啦。咁如果係一啲需要係外出啊，或者係比較即係牽涉到一啲機器嘅操作啊，咁可能呢一方面咧都會比較係重要嘅。如果唔係咧，其實普遍就可能將呢一啲安全嘅一啲因素咧，會放咗喺員工手冊入邊。咁另外我哋其實都會見到啦，咁因為咧其實唔同員工都需要培訓㗎嘛，咁先可以令到佢哋嘅職涯咧係會有一個更好嘅發展。咁所以喺呢一個位咧，我哋都會需要咧，可能喺員工手冊入邊加翻項係年度有一個培訓計劃啦，或者係獨立嘅一份咧叫做係員工嘅培訓嘅一個計劃書喺度咁樣嘅。一個類似文件或者政策喺度嘅制定嘅，咁另外我哋都會係有一個產品嘅質量啦，咁呢一個咧可能就會係包括不論係你個產品嘅質素啦，或者係點樣去處理一啲投訴啦，或者係啲知識嘅產權啦，或者私人啦，呢啲都係屬於咧產品責任嘅一個叫做關鍵績效指標入邊嘅。咁我哋通常就會可能將呢一啲唔同嘅因素咧拼拼湊湊咧，就會放咗喺一個叫做政策嘅或者一個正式文件入邊。咁去到最後，剛才都有提及到就係社區投資啦。咁社區投資都係一個可以係設立政策嘅一個位置嚟嘅。譬如我哋點樣去規範呢一個捐贈啦？會唔會有一啲係基本嘅決定嘅因素咧？係唔可以俾員工有機會進行一個叫做貪污嘅行動喺度啦？同埋個受益方咧係點樣係明確翻佢哋啦？咁我哋先至係可以有一個明確嘅政策嘅即係可能係元素喺度嘅。咁剛才講咗一堆政策啦，喺呢一度咧，我哋都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健康同安全啦。咁呢個基本上係每間公司都要有嘅。但係咧可能係建造業嘅，咁可能佢哋就係需要一啲機械啊，或者係一啲比較高危少少嘅工作，或者係要去室外嘅工作啦。咁而室內其實可能唔係喎，我公司其實係指一個 office space 嘅公司，其實都係需要嘅。恆常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嘅職安健啦，譬如喺 office 嘅坐姿啊，或者佢哋嘅一啲健康嘅工作環境啊，其實都係會關乎到就算係不論唔同嘅行業咧，都係會都係會屬於係需要關注嘅一個議題啦。我哋會講，咁我哋多數咧會建議咧唔同嘅公司可能係會採用一啲 ISO 叫做認證啦。咁我哋就可以證明其實我哋喺呢一個工作嘅環境啊，或者我哋操作咧係冇問題嘅。咁另外都可能係抽翻出嚟，就係話我哋平時會有一個咁樣嘅政策咧，係規範住員工嘅一個安全。咁我哋亦都會講一個 G 嘅一個範例啦，譬如係剛才有講到一個政策嘅制定，但係呢一度咧，我哋就可以先，因為都知道政策咧可能係比較後少少，咁我哋需要有一個叫做架構先可以有個政策嘅出現嘅。咁而平時我哋接觸比較多公司，佢哋嘅架構係點樣咧？咁都係由 top down，即係由上而下咁樣嘅。咁一定係離唔開就係要有一個管理層啦，就係監控住成間公司 ESG 嘅事務啦。
咁佢哋係負責去監督同埋去處理相關嘅一啲ESG 營運啊，或者業務上有啲好重要嘅一啲議題嘅。咁而下面咧，我哋就會到一個叫做係日常 execution 嘅一個 level 嘅人啦。譬如係恆常我哋係要日常處理一啲 ESG 事項嘅同時啦，我哋會話，咁我哋都係要需要追蹤佢哋一啲關鍵績效指標，即係剛才講咗好多廢棄物啊，或者係員工嘅健康同安全啊，佢哋培訓啊呢啲唔同嘅表現，咁係會由呢一啲ESG 負責人員去即係去監控住咯，我哋會叫做咁，然後咧會將翻呢一啲咁樣嘅表現咧恆常啦，呢一度就會建議咧係每年召開至少2次會議嘅。咁呢個可能係比較係即係可能上市公司嘅做法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係貨中小企咧，我諗可能每年咧至少1次啦，或者係定期每季度都可以嘅。咁就可以係同翻管理層去講翻關於 ESG 表現嘅一啲發展啊，同翻管理層去講翻，令到佢哋知道咧究竟公司依家嘅發展係點樣嘅。咁剛才都講咗一堆政策嘅制定啦，或者佢哋入邊應該要有啲咩因素啦。咁其實咧都一定係離唔開呢一個框架噶啦。第一咧就係說原因啦，我哋呢一個政策究竟係攞嚟做乜嘢嘅？個引言啦、目的啊，同埋個範圍係用喺邊一度嘅。另外咧，我哋就係要舉範例啦，我哋嘅承諾啦。譬如我哋嘅措施或者我哋嘅規範啦，我哋要譬如係要同唔同嘅供應商去簽約嘅時候，我哋需要呢個供應商咧去同意遵守我哋公司嘅程序啦，或者係咧要遵守一切相關嘅法律法規咁樣嘅。咁去到最後就係我哋呢一個政策咧唔係話定咗咧就完㗎啦，我哋恆常咧可能係隔幾耐咧，我哋就要睇一次更新一次咁樣嘅，咁就係需要監察嘅。咁呢一度咧都會簡單放咗一啲比較大嘅公司啦，我哋就有一個叫做係範本嘅參考表咧，可以睇翻究竟依家上市公司全部都係好透明嘅政策咧，佢哋究竟大概係點樣寫嘅？大家唔好見到呢個表咧就覺得佢哋一定有好多頁嘅20幾30頁嘅一啲政策嘅制定啦，其實就唔係嘅，可以係一頁好精簡，都包含晒剛才我所講嘅嗰啲唔同嘅框架或者要求嘅項目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攞呢一啲公司咧去參考下，究竟佢哋係點樣寫啲政策。咁之後我哋就會講下中小企喺 ESG 方面佢哋比較即係做得比較好嘅一啲例子啦，或者佢哋係點樣去做 ESG 嘅一啲策略啦。咁我哋先講咧，喺攞啲公司出嚟之前咧，我哋會講一講佢哋都係圍繞住3大嘅一個元素嘅。咁呢個都係 ESG 嘅一個比較基本嘅一個我哋叫做 concept 啦，就係叫做3重底線。咁其實咧佢就係由1997年咧就已經係有㗎啦。講緊咧其實就係我哋係要追求3樣嘢嘅。首先係環境責任啦，第二咧就係社會嘅責任啦，同埋咧去到最後咧唔係管治係經濟嘅責任嘅。因為咧你冇經濟係做唔到 E 同 S 同 G 嘅，所以呢一個位咧，我哋都有即係喺1917年嘅時候，英國嘅呢個商業家咧就已經講咗啦，我哋係要有經濟、有社會同埋要有環境咁樣嘅。咁喺實踐 ESG 嘅過程咧，當然都係講翻 G 啦，就係要有管理層咧知道咩係 ESG 啦，同埋係重視 ESG 咧，咁先可以推動到成件事啦。第二就係因為我哋都知道 ESG 相關嘅理念啦，所以咧我哋要釐定咧究竟將來我哋喺呢一個方向係點樣去作出一個貢獻嘅。貢獻咧可以係大，亦都可以係慢慢嚟小開始嘅。咁第三咧就係會揾一啲相應嘅人員啦，我哋呢度會講可能係委員啦，但係其實係講簡單啲嚟講都係要有睇 ESG 嘅人啦，去或者咧去尋求一啲專業嘅機構，好似我哋啦。咁佢可以幫助咧唔同公司咧去提出一啲比較專業少少嘅意見咧，去制定相關嘅政策嘅。咁之後咧，亦都係要睇翻咧，現在如果係要踏出一步啦，即係再多啲啦，做咗唔同 ESG 嘅數據之後，我哋要陳列翻出嚟，去俾啲大公司睇，我哋係有做到 ESG 㗎，唔係話淨係得個講字嘅。咁要有一啲報告嘅框架同指引啦，咁就係需要了解啦。之後就將唔同嘅 KPI 做咗嘅嘢咧，我哋就會放翻入去呢份報告入邊啦。咁佢當然就係途徑就係需要收集相關嘅 KPI 嘅一啲數據或者資料啦。咁去到最後咧，就係披露完咗之後，究竟係點樣可以持續去改善我哋 ESG 嘅表現啊？永遠都係有改進嘅空間或者進步嘅空間嘅。
咁我哋睇第一間公司啦，就係日本命力健康食品食品有限公司咁樣嘅。咁佢哋嘅著名就係香港咧，係做一啲健康嘅食品啦。咁有保健品啊，或者一啲針對性嘅保健啊，或者係美容瘦身啊。咁其實佢哋 ESG 咧係做得相對比較好嘅。咁點解咁講咧？就係佢哋有一個好透明嘅一個 ESG 嘅承諾啦，就係我哋首先有洞悉到就係管理層知道 ESG 係重要啦。咁佢哋亦都喺佢哋嘅官網入邊咧，係有呈現到呢一個咁樣嘅叫做 mission and vision 嘅。之後咧，佢哋因為係做健康嘅食品啊嘛，咁佢哋點樣可以做到 ESG 咧？其實好似好難，其實唔係嘅，因為佢哋做嘅產品入邊咧，係會可能係已經有一啲 ESG 元素啦。咁譬如係佢哋整藥嘅時候，佢哋係會採取一啲符合呢一個瀕危生物動植物嘅一啲國際嘅認可蘆薈成分嘅呢一啲咁樣嘅認證啦，咁係會可能用到一啲可持續性嘅橄欖油啊，或者係符合到一啲國際性嘅聯合國嘅一啲糧食啊，或者係農業組織嘅一啲海洋管理咁樣嘅呢一啲咁樣嘅認證啊，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 ESG 嘅元素，因為剛才講過產品嘅責任當中嘅一個質量嘅管理啦，其實入邊咧都係從呢一啲咁樣嘅佢最 core 嘅一個最核心嘅一啲產品咧去入手，就係做呢一樣嘢嘅。咁第二，佢哋亦都可能咧喺用紙張上啊，佢哋唔會用傳統嘅墨啦，佢哋會用大豆嘅墨去做啦。咁而啲紙咧可能都係嚟自FSC 啦，咁亦都係會用到一啲可降解嘅塑膠嘅物料咁嘅。咁喺 S 方面咧，講完 E 啦。喺 S 方面咧，佢哋都會係有一啲唔同嘅貢獻啦，譬如係同惜食堂合作啊，譬如係會有即係舉辦一啲咧愛心曲奇嘅一啲可能係活動啊等等唔同嘅呢啲活動咧，去推動呢個社會或者係保護呢個社會嘅。當然同時都係一個 promote 嘅一種啦。咁另外咧，其實佢哋都會好明確咁樣表達咧，就係都係喺官網可以揾到，就係佢哋係會實踐咧聯合國推動嘅，我哋叫做有17個嘅一個叫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啦，就即係可持續發展目標啦。咁佢哋係有攞到4個出嚟，話我哋係有專注呢4項咧去發展咁樣嘅。咁其實咧公司咧，即係中小企咧，都係可以做到嘅，唔一定係可能係上面嘅一啲叫做 partnership 咁樣嘅一啲目標啦。我哋可以係平等嘅機會，喺聘請嘅時候，我哋係平等嘅。咁其實咧都可能fulfill咗，即係滿足咗其中一個叫做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嘅。咁喺另外一間公司啦，其實佢就係一間香港叫做係視像會議嘅設備嘅公司啦。咁其實佢哋都有相關嘅 ESG 貢獻。都係E 咧，其實都係嗰一啲我哋剛才講到嘅一啲舉措啦，譬如係有制定到環境政策，而佢係放咗上去佢個網站上面啦，係一個透明嘅政策嚟嘅。咁而佢哋亦都會用到呢一啲 ISO 嘅認證，表達自己咧係符合一啲嗰啲認證或者係佢啲 standard 咁樣啦。咁之後可能喺廢物處理上，佢哋係會有做到一啲捐贈啊，或者係一啲以舊換新嘅計劃啦。去到最後咧，就可能佢哋係會得到一啲政府啊推出嚟嘅一啲證書，咁係攞咗呢一個卓越嘅級別咁樣嘅，咁係參與咗唔同嘅呢一啲咁樣嘅活動嘅。之後佢哋 S 方面咧都係啦，你會見到好多都係圍繞住政策啦，一定係會有政策係披露咗出嚟嘅，咁亦都係會有一啲 ISO 認證啦，去到最後就可能係會有啲獎項啊、認可啊，有一啲對於員工嘅好友善嘅措施啊，或者係咧。一啲社會嘅參與，咁都係呢一類咁樣嘅社會嘅貢獻嘅。咁喺 G 個方面，佢哋都會攞到都係 ISO 啦，同埋唔同獎項嘅。咁所以去到截至為止咧，我哋都會聽到 OK 係一個好透明嘅政策啦，會攞到一啲 ISO 嘅認證啦，同埋咧佢哋係會做好多唔同嘅舉措啦，去話俾人哋知，可能係放喺網站上面啦，去話俾人哋知，我係好透明嘅，咁而我哋係真係有做到呢一樣嘢嘅。咁第3間公司其實就係一啲機密文件處理嘅公司啦。佢哋咧都會係支持一個概念咧，就叫做循環經濟，即係咧由垃圾製成一個產品，產品去到垃圾，再由垃圾變化個產品，就中途咧唔會話有啲廢棄嘅處理嘅情況喺度嘅，就係全部都係循環嘅一個叫做經濟喺度嘅。咁而佢哋亦都因為呢一個咁樣嘅
舉措啦，所以佢哋係有獲得咧政府嘅一啲資助嘅，咁而亦都係會攞到一啲獎項啦，去證明自己喺 ESG 方面咧係有一個影響力喺度嘅。咁喺到最後啦，咁香港咧，其實剛才 Andy 都講咗好多關於喺香港綠色金融嘅市場嘅發展啦，或者一啲趨勢上面，譬如係披露嘅規例越嚟越收緊啦，對於大型少少或者係上市公司嘅企業啦，咁所以咧係會慢慢咧係會推動到，你會見到嗰個趨勢係會推動到落去中小企啦，咁而有效嘅一啲政策嘅實施咧，同埋舉措咧係會可以令到中小企減少呢個營運風險啦。同埋係開拓新嘅商機嘅，因為大企業都會係好關注呢一樣嘢。咁而我哋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啦，同埋咧大新咧，其實都係好好啦。咁佢哋就合作推廣咗一個叫做 SME 嘅 ESG 約章，咁稍後 Pam 姐咧都會講更多啦。咁喺呢一方面提供資源啦，同埋咧喺我哋嘅支持之下咧，都會有相關嘅一啲專業知識咧。在之後嘅喺唔同嘅工作坊都會同大家去分享嘅，咁當中都會包括可能係邊一啲數據需要收集啊，或者係點樣先可以解決到你哋現在喺處理數據，或者我哋唔知喺 ESG 邊度入手啊，咁樣等等嘅唔同嘅困難咧，我哋陸續咧喺中小企嘅聯合會啦，同埋大新嘅合作之下，我哋都會幫大家去攜手去解決呢啲問題嘅。多謝晒兩位精彩嘅分享，咁相信咧而家咁多位中小企老闆同埋員工咧，聽完都對實踐 ESG 掌握咗一啲初步嘅概念，知道咗個方向。咁到底我哋有啲咩教育嘅工具可以幫到你哋中小企做好呢件事，踏出第一步咧？接下落嚟嘅時間，我哋就有請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會長麥美儀女士阿 Pam 介紹翻 ESG 線上自我評估平台同埋 SME ESG 嘅將2020。而家大家聽，唔該晒，大家好下，大家咪聽完之後咧都少驚嘅，因為咧哇原來做咁多嘢喎。如果在線上嘅老闆就話啊，都唔關我事啊，其實我都唔做大公司生意，做打工話哇屌老細唔好搞啦，因為搞咗之後咧我又要做咁多嘢啦，所以咧正就而家我中小企就幫緊你，所以你唔使擔心。但係好多都同我講，喂，其實我咧就唔做，我唔使做上市公司嘅contractor，所以佢個 scope 3就唔關我事噶啦嘛。咁啊，我唔使做噶啦咁樣。我只不過我做嗰個判頭，都係只不過係佢做上市公司啫，佢做政府嘅 contractor 啫，唔關我事。我做佢生意啊嘛。你記住頭先阿 Lasha 同埋阿 Andy 講咗好多嘢，就話我哋判頭即係學嘅供應鏈係佢哋嘅 scope 3，即係話我本身要做大判嘅話，我做好我自己。1、2、3啦，1、2、3即係做好晒呢3樣嘢先可以配合到佢個 scope 3嘛。好啦，咁我哋自己做好個環保，做好我嘅 S， 咁嗰個 E 嗰個 G 咪做好我哋呢樣嘢。我哋個 scope 我嘅 scope 3都要做好佢噶嘛。即係我嘅供應鏈就係你哋話唔做大公司啲生意，我啲供應鏈啦。即係話我要符合我嘅客嘅需求，我就要做好晒呢樣嘢。即係話你係我供應鏈，你都做好呢樣嘢。所以未來將來咧。加上政府政策話2050你做到碳中和咧，其實我哋大家都唔可以逃離呢個魔爪噶啦。勝在而家咧就仲未一個好標準嘅話咧，我哋就正中小企聯合會咧想做好教育你哋嘅方面，等你做好嘅 ESG 自足準備自己，你將來面對唔同嘅變化嗰時咧，你即刻已經可以知點樣做法，因為你要呢啲真係要儲好多。尤其是頭先阿 Lasha 分享啦，日本命令做咗幾多嘢啊？人哋係唔係一日做晒咁多嘢嘅？真係儲翻嚟，我喺社會點做嘢啊？我對員工點樣啊？我對個環境點樣？佢喺度慢慢喺度做 develop 出嚟。而家我哋開始都唔係太遲，不如咁啦。頭先都學咗好多嘢㗎啦，應該我不如整個平台俾你哋玩下，測試下你覺得自己聽完之後，你自己公司係唔係做到 ESG 先？咁啊，我哋呢個平台咧就其實我哋自己研發出嚟嘅，雖然唔係好深奧嘅嘢，不過我都想同大家傾下。呢個平台咧，我哋有一種互動方式啦，同埋一個簡單形式咧，等你知道咧中小企嘅環境對環境、社會同埋管治方面咧嘅認識同埋嗰個興趣啊。我希望你了解到點樣改善自己嘅 ESG 方面嘅狀態同表現。好啦，
呢個範疇裏邊咧，當然包括頭先佢哋所講嘅碳排放啊、資源管理啊、員工啊、培訓啊、產品啊、社會責任啊、我哋咩嘢嘅社會投資啊、管治啊、對消費者點啊，有冇啲條例政策關於反貪污啊等等啦。嗱，一評估咧，跟俾大家示範下，一評估咧就有你獲得個評估嘅報告嘅。呢個報告咧，嗱，呢個初版咋嚇，係反映咗你喺 ESG 而家個範疇，你係你哋嘅狀況啫。起碼我覺得相信都俾到信心你嘅，因為你以為自己冇做到，其實你平時已經做緊㗎啦。不過你唔知道嗰啲叫 ESG 咁解啫。不過我哋評估方法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如果整體評分咧，就起碼你自己有個標準啊。我大概而家係合唔合格咧？係咪我仲可以再發展落去咧？咁樣。好啦，大家 scan 下 QR code。嗱，呢度咧你做唔切唔緊要啊，你哋可以影低先。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做一次示範俾大家睇下。係啦，而家咪示範啦。好啦，入到去之後咧，你會見到一個簡單嘅平台啦。大家背睇先。嗱，你會見到一啲資料啦，你填翻你自己本身嘅自由地址啦，填翻你啲行業啦。入咗去之後，跟住咧你就會有啲介紹我哋，呢度係啦，你同唔同意我哋嘅細則啦等等嘢啦。咁你就呢度咧就做簡單啫。我俾個例子大家，求其攞個例子啦。你公司有冇定期收集電力啊、電費單啊、煤氣單啊、成個公司嘅帳單啊？哦，有。你公司係咪定期收集水帳單啊？哦，有。你喺度做電話嚟，會喺度做。嗱，我講解啲啫。Anna 喺度即刻幫我咧，就喺度試下快快地斷估咁樣啦，做一啲嘢。咩就只不過答 yes or no 先。咁啊，跟住咧就我哋去下一個平台啦。做完呢個之後咧，我哋去到個 S 咯喎。公司有冇訂立啲發展培訓指引俾員工啊？例如有冇話公司有冇制定一啲平等就業嘅多元化嘅政策啦？咁啊，呢啲問題都係關於員工啊，對同埋對社會嘅貢獻等等嘅做嘅嘢啫。答完之後就到下一步啦。下一步咧做到 governance 管治方面啦。你公司有冇訂立啲管治政策啦、風險政策啦？有冇訂立啲例如對客戶嘅行銷廣告政策啦？或者頭先講過嘅有冇話職場性騷擾啊、平等條例啊等等嘅嘢啦？好啦，提交嗱，講實話喎，唔使擔心嘅。咦，Anna 你好嘢喎，你有71分評分咯喎，即係證明咗咧，我哋都做得好好啊嚇，都唔差，我哋對社會都幾有貢獻。咁啊，跟住填翻你公司名稱。嗱，如果你想攞報告嘅話咧，而家即刻填翻晒你嘅資料。但係咧，你啲資料咧就係啦，我哋會 send 個 email 俾你嘅。不過條 link 咧就俾個報告你啦。不過時間關係，唔即刻有個報告啊。係啊。嗱，你要出咗個報告，咦？呢個唔係頭先個報告，呢個係我時間關係唔得閒再 check email 再睇嘅啫。咁呢個報告就係啦，咁呢個就見到我哋嘅評分啦，就我哋幾多分啦。我哋個 chart 裏邊分開三角形，你知道我哋邊個着重多咗少咗啦。咁下邊咧就係邊啲做得好啦，邊啲做得唔好啦。嗱，呢個 report 咧就唔係頭先 Baker Tilly 將會做嘅 report，只不過而家喺度佢哋嗰啲更加 professional 嘅，呢個只不過簡單俾你大家自己知道下喺邊方面做得 OK，呢方面冇得咁好嘅啫。咁啊，如果你係你翻 PowerPoint 啦，如果你超過40% 嘅話咧，證明咗大山銀行覺得你都 OK 啦，做得差啦，所以咧佢會提供一啲產品啊服務咧嘅優惠俾你嘅喎。咁最終咧就當然我哋要 follow 翻實際嘅評估分數啦。嗱，當然同埋大山銀行一定要喺你分數超過40%啦。當然你都喺大山銀行開咗個戶口啦。呢啲獎勵方式咧就同大新而家佢特別做俾我哋嘅，所以咧對其他佢哋優惠唔可以同時使用嘅。咁啊，有關條款細則咧，你問翻去啦。嗱，呢樣嘢要講啦，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呢啲佢指定要我講嘅嘢。嗱，大家留意右下角咧，咪有啲有個圈住咗一樣嘢出嚟嘅。嗰個咧就少少提大家咧，就話如果你想獲得評估報告咧，有關評分咧，需要填寫有關核實嘅公司聯絡嘅資料，並同意有關條款。所以咧就到時你自己影低呢個 QR code 先，而家得翻貼俾你先，你可以玩評估下你公司係咪可以合格先嚇。咁啊，呢個人唔好咁驚話，等於唔合格，等於做得唔好嘅。我哋慢慢學習嘅啫。好啦，我哋講翻我哋嘅約章咯喎。呢個約章咧，其實今日我哋有啲主角啦。
呢個約章咧本身係我大山銀行同埋中小企聯合會一齊致力推廣中小企發展嘅。咁我哋知道咧氣候變化同埋對於全球影響全球人類啦同埋生態嘅系統嘅，甚至乎咧我哋頭先講過我哋嘅經濟影響啦，我哋企業嘅經營啦同埋我財務嘅一個風險同埋威脅嘅。我哋知道咧中小企咧就對於普遍認識，而 ESG 都知道重要㗎啦。頭先我都講咗，你冇諗住唔關你事，其實係關你事㗎嚇。但係咧，我哋頭先聽咗啦，哇！Lasha 講到咁多，我又預備呢樣，又預備嗰樣，又政策，我冇呢啲嘢㗎喎，咁啊冇資源啦，又冇咁多時間啦，我啲員工咧又 one man band，呢個就負責呢樣嘢，就冇咁多員工做特別多餘嘅錢去做呢啲嘢嘅喎，所以又唔知咩標準啦，咁啊個個都覺得好擔心啦。但係記住一個俾你聽，而家喺歐洲嗰邊咧，其實咧中小企都要做 report 㗎啦，只不過可能講而家暫時200個員工嘅都做 report，遲啲可能去到50個員工都要做 report，都要做 ESG 披露，或者到時去到可能10零20個都要做佢哋。但係我唔知將來發生大問題，如果要去到遲啲2050年我哋去達到我哋嘅碳中和嘅話咧，我諗成個所有企業責任咧係冇得走㗎啦已經。所以變咗咧，我哋而且一定將來，我相信政府都鼓勵大企業或者其他企業都要同我哋合作嘅話，都要求我哋呢樣嘢，都有我哋披露我哋嘅 ESG。所以咧，我哋深知道呢個問題咧，所以我同特生銀行咧就攜手就有個叫 SME ESG 約章。呢個約章係主要係咩咧？我哋希望協助中小企將 ESG 嘅元素咧擺咗我哋嘅營運架構裏邊，同埋我哋嘅管治制度機制裏邊，連接同埋盡量配合到大企業對我哋嘅要求啦。咁最希望最後結果都係希望我哋中小企可以同啲大企業啊啲公司可以合作到啦。呢啲會提升我哋啊，亦都將我哋帶俾我哋嘅生意咁係咪？好啦，約章裏邊咧就得到好多唔同嘅人支持嘅，我哋香港生產促進局啦，同埋2個我哋嘅中小企團體，包括全港工商聯啦，同埋中小企企業總商會，我哋協辦機構。咁我哋都知道有幾多唔同嘅技術支援嘅伙伴啦，同埋其他嘅專業團體啦，參與今次我哋成個計劃啦。當然我哋有工作坊啦，我哋有宣傳啦、技術嘅諮詢啦、審查認證啦，同埋教育方面嘅服務嘅，希望能夠可以提升到我哋中小企喺 ESG 嘅發展水平。好啦，我哋嘅里程碑講少少啦。其實我哋喺2022年咧，我哋個會成立咗我哋嘅 ESG 委員會就成立咗啦。咁我哋第一次搞嗰陣時咧，其實係好初步嗰陣時咧，我哋喺2023年5月咧已經推出我哋嘅叫支援中小企 ESG 約章嘅試行計劃。咁啊，好開心喺2024年。喺我第2年嗰陣時咧，就係得到大新銀行獨家贊助我哋嘅呢一個約章啦。喺4月份，2024年4月份咧，我哋約章咧已經有喺度儀式，亦都做等於2023年嘅證書頒發嘅典禮。好啦，到開始2024年6月份咧，開始我哋嘅專題講座啦。有工作坊啦，嚟同大家講關於 ESG 嘅嘢啦，就係點樣做 ESG 嘅嘢啦。咁另外咧，我哋喺10月份咧都被邀請喺TDC 邀請咗我哋去做個 Eco Expo 咧，做佢哋嘅分享嘉賓添。好啦，到2025年1月份，啱啱過咗今年嘅1月份咧，我哋做咗我哋嘅上一年嘅閉幕儀式同埋頒發證書頒獎禮。好啦，而家2025年5月份嘅約章又開始啟動喎。今次講咗咧，希望大家鼓勵大家可以參加我哋呢一個計劃。咁啊，講下我哋呢個計劃裏邊有咩委員會啦。除咗我哋中小企自己嘅核心成員之外咧，咁梗係有一班嘅立法會議員支持我哋啦。另外仲有一啲專業嘅商會團體都支持我哋嘅。另外，咁啊，通常中小企最緊要噶啦，對我嚟講有咩着數，有咩好處啦嘅嗱。我哋呢個約章咧，其實頭先佢哋同我哋兩位一同事講咗好清楚，就話我哋係參考咗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 C2所寫嘅 ESG 嘅報告指引，係適用於喺我中小企，因為所有指引咧，俾人個中小企適合到嘅，我哋盡量用到係關於個中小企作為一個評估嘅框框。咁啊，裏邊約章裏邊咧，靠集中喺氣候變化同埋可持續發展方面啦，務求咧係通過中小企影響力，可以共同香港力爭喺2050年，所以我成日都講緊實現碳中和目標，作出我哋嘅貢獻。記住，我哋香港咧，100%咧係中小微企嚟嘅，所以我哋嘅
貢獻係非常之重要嘅。評估咧就好，包括陳美頭先都講過啦，嗱，譬如食物廢物管理啊、資源利用啊、產品服務嘅質量啊、社區嘅服務啊，同埋貪腐嘅措施等等。咁啊，申請呢個約章咧，其實中小企需要三方，我哋呢個約章都要第三方，頭先嘅 Baker Tilly 我哋第三方顧問對佢哋提交文件嘅喎，因為咁先要公平公正，同埋真係評核到你係咪真係合乎嘅規格，因為佢哋 Baker Tilly 咧係做開係上市公司嘅 ESG report 嘅，所以佢哋嘅要求可能對我哋中小企鬆啲啦，但係都唔可以 hea 住做㗎嘛，係咪？所以參與中小企都需要每年通過約章進行嘅認證更新，係每年都要一次嘅，一定要一定有認受性，我哋先叫俾個叫做開參過約章裏邊嘅。而約章裏邊咧，中小企見到一個獨特嘅 ESG 框架，希望長遠成為政府啦、同埋企業啦、投資界認可嘅 ESG 標準。頭先啊 Andy 都提過，而家馬來西亞係應該亞洲第一個嘅 ESG 標準。我希望我哋香港有翻我哋自己嘅標準，因為大家地方環境唔同，都有唔同嘅嘢。咁我哋中小企咩益處咧？參與呢個喺我覺得大山銀行同埋中小企全方位支持，包括宣傳、工作坊、技術諮詢、審核認證、公眾教育同埋企業嘅聯繫嘅。而參加中小企咧，亦都係提升到嗱，頭先講到你哋呢度聽嘅應該好多都係打工啊、老細嘅叫你做嘅，要 report 到事要你做㗎啦。其實咧，做呢 report 之後咧，其實你可以喚醒咗大家對員工嘅重要性。更加對員工嘅，即係你做咗之後咧，對員工嘅自豪感啊，個士氣更加會好啲嘅。同埋咧，我哋吸納咗其實做 ESG 咧，其實頭先好多分享 case 啦，你可以吸納咗其他人做 ESG 嘅發展理念啊，其他佢哋嘅點實踐啊，我哋學多啲新知識、新動力，其實喺個競爭市場裏邊咧，其實先可以凸顯到我哋自己企業嘅品牌同埋我哋嘅形象。咁透過攞到呢個認證之後，中小企可以直接可以提升咗我哋競爭能力啦，同埋可見度，令到我哋嘅客戶啦、我哋合作伙伴啦、投資者啦、員工咧，認為我哋嘅層面咧就到重視，同埋我哋更加投入喺裏邊嘅。好啦，呢個約章點參加啦？好簡單嘅啫，參加約章咧就兩個條件嘅啫。第一件事，你就係我哋嘅會員啊，香港中小企嘅會員啊。咁啊，唔係我會員都得嘅，因為我哋都好多合作嘅機構嘅。大新銀行推薦俾我哋嘅個企業啦，香港貿易發展局 T-Boss 推薦嘅企業啦，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佢哋推薦俾我嘅佢哋嘅企業啦，同埋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推俾我嘅佢哋嗰個會員啊。唔係另外啦，必須喺香港有登記，係香港公司，同埋喺香港係要實質業務運作，唔係掛個名嘅，就參加就 OK 㗎啦。報名費用咧，因為我得到大山銀行嘅贊助同埋認證嘅費用啦，所以頭個36間中小企成功通過咗第三方嘅評估嘅審核，可以免費獲取呢個 SME ESG 約章2025年嘅證書啦，同埋我哋披露評估嘅報告嘅。因為出邊做都應該，我唔敢問佢哋呢個 salary 應該都頗貴下嘅，所以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對你一個好大唔好講話一個 report 咁簡單，其實令到你哋對自己認同啦，定對你嘅認同都好緊要。好，成個流程啦，咁我而家今次做咗 kick off 啦，大家可以咧就開始報名申請啦。申請咗之後咧，其實我哋會收到。我哋會進行一啲驗證嘅委員會，起碼收到表格之後咧，我睇下公司係咪可以都合合資格，可以參加我哋最後 final 我哋一個 workshop 啊咁樣啦。完成評審啦之後咧，就提交文件嘅。咁啊，其實呢段時間咧，我哋會有 workshop 俾你哋啦，去咩叫？因為我哋都唔同行業都有唔同啦，我哋要講埋啲 tip 俾你聽點做法啦。同埋頭先你試嗰個平台咧，我哋有個叫做提升版嘅，嗰個真係要俾你我嚟咧。照住個 checklist 裏邊咧提交文件，齊晒啲文件咧合資格咧，我哋先可以提交晒啲文件。喺10月尾提交文件之後咧，我哋三方審核咗之後咧，11月份咧，我哋先可以認 OK 咗，我哋先至會俾喺11月份。出年1月份咧，係公布確認嘅名單同埋企業名單嘅，所以呢段時間咧，我哋有 workshop 俾你去學習啦，同埋你可以有時間去 update 你啲資料啦。喺過程之中咧，第三方 Baker Tilly 嗰邊咧都會睇下你文件齊唔齊啦。我哋呢度時間係咪差唔多等於教育緊你去點樣做法嘅？
好啦，我哋工作坊啦，裏邊咧，你喺上年咧，我哋有工作坊嘅，睇翻我哋上年就有實體啦，同埋有線上嘅。咁你睇，你可以影張相啦，裏邊兩個 QR code 嘅，嗰一個咧就睇翻我哋上年我哋嗰啲課程嗰啲 workshop 講啲乜嘢，大家可以有參考咯。好啦，另外嗱，呢個頭先佢哋講咗咁多就，所以唔使再介紹佢哋啦，頭先介紹咗啦。將會係 Bigger Silly 係幫我哋做我哋第三方嘅顧問。Bigger Silly 咧係全球10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一，所以咧佢哋得到佢哋對你哋嘅評級咧係非常之得到全球嘅認同嘅。另外咧就另外評估結果咧，參加企業咧要取到評估顧問公司嘅評估結果個報告啦，同埋我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咧會將考慮將成功通過評估嘅公司列入咗我哋中小企 SME ESG 約章名冊，而呢個名冊咧我哋交俾所有香港嘅大嘅企業啦，會優先考慮我哋用我哋產品同我哋服務嘅。好啦，咁啊，我哋大概俾聽2004年咧，大部分去認證嘅企業呢啲分佈係咩咧？大部分咧好多數都係建造業嗰邊多啲啦，咁同埋製造業嗰邊會多啲嘅。製造業好明顯啦，如果你產品要出口其他地方嘅，佢都對佢哋有要求啦。建造業本身我諗係應該去做好多大公司嘅生意啊，上市公司嘅生意咧，變咗佢哋都要求佢哋建造業都要做好多 ESG 嘅 report 咁樣啦。乜其他行業都有喎，金融界啊、清潔啊、裝修啊、資訊啊、媒體啊、餐飲啊，都有呢啲嘅。其實個個行業都包括在內嘅。咁啊，活動曝光就俾少少，我哋上次做咗之後咧，我哋好多傳媒嘅訪問啦，傳媒嘅曝光率都好多下嘅。好啦，大家掃描呢個 QR code，又關於我哋 ESG 佢約章嘅報名網站啦，亦都有個 ebook 嘅專頁嘅，大家可以睇下，大家可以列低佢。如果影唔切咧，就到時可以問翻個秘書處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秘書處嘅聯絡資料啦，同埋電話。咁俾時我諮詢。咁當然我都鼓勵大家去參加我哋呢個嘅約章啦，同埋參加跟住嚟嘅 workshop 啦。因為之後咧，你哋會更加知好多嘢。大家學頭先聽阿 Lasha 佢哋講咗之後咧，啲政策大家都好驚啊。因為點解政策咧係要員工手冊中小企業反貪腐我哋冇啊。咁啊跟住落嚟嘅 workshop 裏邊咧，我哋會加咗啲 AI 元素落去。咁我都會教你點樣喺 AI 上面點樣幫你去做好你個員工手冊啦，所以你唔使因為呢件事你驚嘅。咁啊，同埋當然我哋有個平台有個進階版咧，嗰度會 lead 住你去點樣 upload 啲 information 啊，亦都佢哋會嗰時會講解，喂我哋啲電單俾你我做乜嘢啊？點樣計條數出嚟？我哋係會慳電啊，用咗幾多電啊，用咗幾多嘢嘅，影響個環境幾多啊？呢啲我哋第三方都會解釋俾你聽咯。所以跟住之後咧，你哋希望鼓勵你參加，跟住落嚟個 workshop 參加今次嘅計劃啦。咁同埋我哋呢段時間咧，我哋會教育你啦，呢住你哋行啦。有咩問題，你放心，我哋會教住你嘅。而將會提升版嘅平台咧，今年咧係加入咗個 AI 元素，即係話你將你公司嘅 prompt，我哋叫 prompt 啦，即係你哋啲keywords 啦，例如你公司點啊，啲咩形式啊，因為唔同公司有唔同出嚟嘅員工手冊嘅結果嘅，所以我哋都會 lead 住你教點樣用好連 AI 幫你做好你個 report 啦。咁啊稍後希望將來都見到你哋啦。多謝咁多位，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喎。好，咁跟住頭先多謝阿 Pam 啦，同埋 Bigger Silly頭先兩位講者嘉賓嘅分享。咁其實大家喺度聽咧，都可能有啲問題想專家會解答翻你哋。咁接下落嚟嘅問答環節咧，如果參加者嘅問題咧，可以向 Zoom 度撳舉手掣，咁或者咧你哋可以向 chat 度 DM 我哋你嘅問題都可以嘅。咁我哋準備。唔好意思啊，我溝分咗少少，睇下大家有冇問題啊。如果冇問題嘅話咧，唔緊要嘅。你而家呢個怕醜，有時你有問題嘅話咧，我哋可以你可以聯絡我哋秘書處啦，到時佢都問翻我哋嘅，就唔使一定即刻話要問嘅。好，咁啊，我都希望鼓勵你哋參加我哋第3次啦。咦，似乎好似冇乜問題喎。Anna，你嗰邊有冇收到資料啊？等啊。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啱啱應該係問天職香港嗰邊嘅，就係咧中間有提到過可持續發展目標咧，聯合國嘅，佢哋就呢位觀眾就想問咧，其實佢同 ESG 個關係同分別係點樣？
sorry，可唔可以重複多一次？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哦係嗰17個目標，其實同 ESG 個關係係即係有冇咩分別嘅？因為咧，其實剛才提及到嗰個係聯合國嘅可持續發展目標咧，係比較一個大嘅叫做 initiative 啦。咁入邊係有17個唔同 ESG 嘅方向嘅。咁其實咧嗰個包含係再多啲，譬如係關於係 life below water 啦，即係喺海洋嘅保護啦，或者係一啲 life on land 啦，係一啲生態上嘅保護啦，或者係一啲即係要平等啦，冇一個貧富嘅懸殊啦。咁其實佢哋係喺呢一方面唔同嘅，即係呢啲唔同嘅一啲叫穩健社會發展咧，係做咗17個呢一類咁樣嘅目標。咁當然啦，你話呢一啲目標同我哋係咪剛才提及到係國家嘅嗰個目標？講得全即係同公司嘅同 ESG 有公司嘅咩？ ESG 哦，咁因為咧呢一個17個目標係一個國際性比較宏大啲嘅方向。剛才我提及到話，我冇一個貧富懸殊、性別平等，然後係講緊係海洋嘅保護啊、生態保護。咁呢啲其實係好宏大嘅一啲目標嚟嘅。咁而公司話譬如我係採用咗呢一啲，譬如剛才係講到我係一啲聘請嘅時候係唔會話有即係一個歧視啊。咁呢啲咪已經係 fulfill 咗，叫做我哋係即係當然啦，佢每一個目標係會再有一啲好細嘅一啲劃分啦。咁但係大致上其實你都係已經喺呢一個方向，譬如係性別平等啊，或者係一啲平等上已經係作出一小步嘅貢獻咁。咁所以其實你話喺披露上同埋嗰啲目標上咧，係唔係話同一樣嘢嚟嘅？但係只可以講話一個宏大，譬如喺公司喺 mission and vision 上面，佢哋係有17個好宏大嘅目標。咁而喺披露上面咧，我哋就會喺唔同嘅一啲關鍵績效指標咧，喺呢啲目標上面咧，有少少嘅一個步伐向前邁進咁解啫。即係好似係中國嘅一個雙碳嘅目標，咁佢都係一個目標嚟嘅。但係你話同公司嘅自身發展咧，未必係話直接即時有一個一個關係喺度啦。但係佢係循序漸進，你每踏一分小嘅一步咧，其實喺唔同公司一齊踏一小步咧，就係會達到呢個咁宏大嘅目標啦。咁所以呢一個關係就喺呢度。跟住第二個問題咧係關於 governance 嗰邊嘅，咁即係因為頭先聽到咧有個係關於政策嘅時候咧，就話可以做一啲 ISO 認證啦，咁但係其實 ISO 可能即係對我哋中小企嚟講都比較個費用都貴，咁其實有冇建議，即係可能即係一啲即係啱啱開始入手做 ESG 嘅中小企就可以點樣發展 governance 邊，即係點樣起步啊？如果係 ISO 認證咧，基本上費用就難，即係呢個就一定係要有嘅，因為咁佢係一個認證嚟㗎嘛，所以費用上一定係要有㗎啦。咁但係你話喺咁多 ISO，因為 ISO 系列有好多㗎，可以喺邊啲入手咧？而大公司比較關注係邊啲咧？其實都係離唔開兩個嘅，一個就叫 ISO 14001啦，咁佢應該係一個佢係一個叫做環境上嘅一個管理嘅系統嘅認證。咁呢個係一啦，第二咧就係質量上嘅一個認證9001。咁呢一個 ISO 咧，其實都係基本上你做得一啲產品上嘅嘢咧，其實都係會牽涉到一個質量上嘅一個管控。咁所以呢兩大嘅 ISO 咧，我諗係相對比較提得比較重嘅。咁而第三個咧都可以係納入三大，咁就係職安健。剛才提及到嘅就係應該係45001，如果我冇記錯啦，係啦，咁就呢三個基本上譬如大公司要揾一啲 contractor 啦，咁剛才提及到就係話，我哋有好多建造業或者製造業嘅即係中小企係參與呢個活動，咁我諗可能係可以從呢三個方向去着手，因為比較大嘅公司，不論係 Swire 啊咁嗰啲，其實咧或者係一啲 China Cam 啊，雖然佢唔係上市公司啦，但係佢都係一個好大嘅公司啦，咁佢都會係睇呢一啲 ISO，係啦，咁時間關係，我哋就最後一條問題啦。咁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呢個係上年參加個 charter，咁今年可唔可以繼續參加？同埋即係佢就問話佢上年咧，因為佢自己交資料嘅時候咧，即係都好長時間。今年會唔會即係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手？即係話佢就要想參加咗。係啊係啊。嗱，今年咧，其實大山銀行咧就希望我哋咧能夠咧就盡量
做新嘅，俾多新機會，多啲新加入嘅公司去做 ESG，因為佢都其實呢個都係學習階段啫，大家認知啫。但係如果你係亦都係個中小企嘅會員嘅話，其實我相信我哋都可以包括你在內。咁啊，至於話你話上年好困難做得多咧，其實我哋都喺度改善緊，我都知道出現問題。我舊年我哋都做過一個雞精班啦，我諗佢哋都大家都知啦。嗰裏邊咧，我發覺佢出現嘅問題最多咧，當然我哋實呢啲嗱啲文件有啲嚟你個電費單嗰啲嘢咧冇計㗎啦，你一定要有㗎啦，因為你冇資料啦，點幫佢做到嘢咧？係咪先啦？咁呢啲我諗你 keep record，而家舊年嘅經驗應該知 keep 好多 record 啦。但係我似乎我舊年啲人最頭痛咧，應該係 governance 嗰 part。個個都中小企好明白，唔好講你，我間公司都係啦，我都冇一個員工手冊，我又唔會有關於我公司咁細，我都有反貪腐講咁多嘢啫。我公司又唔係做建築，我唔會有職安健嘅喎。我公司大部分都女仔，好似乎平穩方面又冇乜問題喎咁樣，所以變咗你唔會特登做啲政策嚟框自己嘛。但係問題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想將自己即係想向上游嘅話咧，一間公司有呢啲嘢喺度嘅喎，就晒呢啲資料，就晒呢啲嘅 governance 幫你管治嘅話，其實一個即係我覺得一間公司諗住要發展嘅話，其實係要有嘅嘢。只不過而家一個初步你會辛苦啲。咁我哋今次咧，我都今次個平台咧知道上年嘅痛楚㗎啦。今年平台咧會加埋少少 AI 元素落去，係幫你擺咗你哋有關你公司啲資料，例如因為建造業同埋製造業或者我做零售業都唔同要求啊，所以我會加多少少你嘅資料上去，你打上去之後做多啲 keywords 咧，等於我哋個 form 啦。咁我哋幫你用盡量 AI 幫到你揾一個資料出嚟，即係話幫你做一個份，因為我哋中小企咧就其實咧就出嚟，大家都知道邊啲啱自己，邊啲唔啱自己啦。最慘就係中小企咧，我發覺我啲人係唔中意寫字嘅，叫我寫咁多字咧就唔中意，我諗大家都認同啦。所以咧我而家就靠 AI 幫我寫好晒啲字出嚟。當然做完之後咧，你都要我哋盡量準確性越多資料俾佢越準確啦。不過你都要自己睇一睇呢啲啱你唔啱你，唔好為咗我要交功課就咁做，真係做到你先至擺落去咯，係咪先？咁呢樣嘢我會幫輕你呢方面啦，因為舊年嘅經驗咧，我會幫輕呢方面啦，所以你放心，我哋會有平台加 AI 嚟幫你哋嘅今次。係啊。同埋我諗上次可能係比較多喺政策嗰方面頭痛，咁所以咧今次可能 Pam 姐之後就會講多啲點樣用 AI 元素咧去制定政策。咁同埋我會同佢哋講翻咧，喺政策方面咧，因為有咗舊年嘅經驗之後咧，我都大概知道一個中小企嘅政策上咧係包括呢啲問題 item 落去啊。我希望能夠做到一個 checklist 俾你哋 tick。咁咧你就簡單好多啦。呢啲咧我需要時間去組合晒，因為我太雜啦，唔同行業咧，大家要求都唔同。好，咁多謝晒三位，都多謝晒咁多位朋友今日抽時間出席我哋嘅 webinar。咁今日我哋嘅專題工作坊咧就會嚟到呢度結束啦。咁我哋嚟緊6月份咧，其實仲有2場關於製造業同建造業嘅 ESG 工作坊。咁大家亦見到啦，我哋個 screen 上面咧就有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同埋我哋 Charter 報名網站嘅 QR code。咁就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同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啦。咁我哋咧會將頭先嘅 ESG 自有評估平台嘅資料咧都放翻上 Facebook，咁大家咧就可以盡情試玩啦。咁當然就祝大家最後就係工作愉快、身體健康。咁我期望6月嘅工作坊再見到大家。拜拜。